的即个信息，我就思想到讲，虽望咱要收集即个台语堂吼，即30年来的一寡过往的一寡资料，啊，尤其是初期一寡资料咱找无，敢有一个空窗啦，敢若圣经吼，旧约圣经甲新约圣经中一页尔，400年空空啊，圣经无记载啊，但是无要紧，上帝拢知吼。但是我咧思想，初代的教会啊，是安怎开始，安怎起头的？尤其咱若去看圣经《使徒行传》，还有真侪描写今日咱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初代教会的复兴的关键初代教会复兴的关键，初代教会的建立到底是啥物重要的原因因遐的人就是讲信耶稣的一寡基督徒，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因是拢咧创啥物啊？这段经文头一句话安怎讲？讲啥？讲基督山，讲基督山，讲基督山。所以基督山就代表因咧从啥？咧祈祷祈祷完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呢，咱今日来看这段经文因基督山所以这段经文短短敢若一节尔。咱就想到讲，初代教会基督徒因大部分拢咧从啥物？当然毋是干那这段经文今日咱先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第一，咱拄仔讲祈祷，但是第一，因爱安怎？因爱安怎？因爱自责斗阵，像咱今日共款，爱自责斗阵。今日虽然讲有一对爸女今日无来，但是伊甲牧师请假，讲伊今日感冒无来嘛较好啦我也传染大家但是伊虽然无来，但是伊嘛讲看重主日因为身体会顾因无法度所以今日即位感谢主，咱今日拢健健康康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俄罗伊，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你看因祈祷进前，因爱安怎？国语叫做集合做兵的人讲爱集合因为是斗阵，组织斗阵，组织斗阵毋是讲自己斗阵就点样做一寡无意义的代志，因做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咱拄仔讲做啥代志？因组织斗阵，你从啥？你祈祷。兄弟姊妹，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斗阵咱的思想有真侪代志会当做，但是咱有一件代志，敢有漏交去？啥物代志有漏交去无？咱爱祈祷一件代志，袂当漏交。如果漏交，可能会真侪代志无采讲因这段经文讲，因自己到底因祈祷发生啥代志？因受圣神充满。为虾米？这代志真要紧圣经有一句话讲，毋是靠咱人的势力才能是靠上帝的圣神才有法度成就上帝的工因受了圣神的充满以后，安怎？放胆，因勇敢。你从啥？你宣讲宣扬上帝的信息。这句话真短，但是这4点真要紧所以今日牧师通过这段经文，甲大家兄弟姊妹免讲真多，就咧重点讲，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需要搁较济会祈祷搁祈祷一直祈祷继续祈祷，祈祷到咱顶下讲袂喘气时阵兄弟姊妹，祈祷是最要紧的所以我想讲初代的教会遐的人真侪有学问的人，耶稣竞选的门徒是啥物款人？使徒行传讲因遐的人拢是啥？没有学问的小民安尼啦，啥物意思？无读册的啦掠鱼仔的啦做目睭的啦从啥有诶拢无讲啥物真侪学历摕出来真好看的，但是上帝却是用遐的人甲安尼福音传到即马，咱继续有领受，咱有明白嘛。希望讲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嘛会当阁继续安怎？我拄仔讲，咱做啥物款的人？做接棒阁传棒的人，继续把这福音阁传落去。毋通讲有一天，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无福音吗？安尼就这个世界就完全拢黑暗咯。哦，毋茫讲咱大家弟兄姊妹，咱爱看重咱的重要性。虽然咱无重要，但是上帝确实看咱是安怎，敢若目睭内底啥物款人？同人，你要安怎讲？上帝是安那甲人保护，安那把人看重，哦。所以呢，今日咱大家弟兄姊妹，毋茫讲，咱纪念大家等于行啊打30周年啊，哦，未来还有30周年无？无反应。你毋茫大家等个继续有30周年无？虽然迄阵啊，可能大部分兄弟姊妹拢毋是伫遮，当然迄阵啊，可能嘛毋是伫遮聚会啊。吼，咱毋知30年以后安怎啦。但是咱毋茫明仔日后礼拜，今年咱佫会当看会到迄阵，咱共同来努力拍拼，好无？吼，今日牧师莫讲伤久啊，已经知掉吼。来，过来呢，吼，我拄仔讲初代的教会兄弟姊妹，因斗阵，我经这段经文给大家。分享来讲，这段经文是真要紧。啊，过来因第4章的头前的，尤其第2章迄个所在，某一段话啦，几节经文甲兄弟姊妹来分享。遮记载到讲啊，因啊安怎，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搁伫一家一家掰饼哦。用欢喜诚实做伙食，颂赞上帝，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呢，将得救的人啊，日日加添互因。最后一句咱来思想者哦，咱的主将得救的人日日每一天加添互因。原因是啥物？原因是啥物？原因为即句话头前所描写的、所甲咱记载、所甲咱讲的，所以咱思想着即段经文。咱拄仔讲因自己上强的祈祷，对吧？啊，一下佫讲因自己，咱今日共阮要来掰饼，咱要来掰饼。啊，因自己不只是伫圣殿啊，不只是伫教会，嘛伫啥物所在？每个家庭当中。啊，过往啦，我初信主的时阵啊。伫过去的教会生活当中，常常会参加叫做家庭礼拜。啊，兼在即马可能真少吼开放家庭。人讲啊，阮兜你莫来啦，做垃圾的。啊，拼3工才会当吼接待人客安尼啊。从阮兜可能要拼1个月吼。所以啊，有人讲啊，较客气讲，阮兜伤矮啦吼。阮兜的窗门哦，看拢无吼，拢壁拢挂一寡物件。啊，伊讲有一人拢挂拢窗门的吼。好。开玩笑啦吼，来讲，因遮的人初代教会人安怎？不止伫教会，嘛伫每个兄弟姊妹的家庭当中，大家共同咧从啥物？做伙食，做伙食。啥物人会做伙食？一定是亲人嘛，好朋友嘛，对无？因安怎做伙食？就安怎讲？用欢喜诚心。用欢喜诚心，这真要紧，兄弟妹，咱茫咱大家定系人无做无要紧，但是必须爱大家斗阵的时阵是欢喜斗阵，诚心斗阵，哦啊，互相掰饼纪念主，互咱的恩惠。安怎呢？佮颂赞上帝，学了上帝。哦，斗阵毋是你讲一寡人别人有诶无诶，乃是咱讲上帝。讲上帝大权能，讲上帝奇妙，讲上帝作为，讲上帝互咱的救恩，吼，讲上帝互咱的愿望，吼，安怎？佮得到众人欢喜接纳，因安尼做，人嘛讲，即群人，因会心善呢，会活入来呢。如果咱若是颠倒并毋是种情形，人看了咱就安怎？就惊，不止就惊，就。敢若虾啊，昨昏牧师带祝大会兄弟姊妹去退休会啊，郑牧弟兄有看到，我互你看哈。你钓虾啊，会安怎？
会倒弹。兄弟姊妹，咱毋茫讲人啊，讲到台语堂，看到台语堂啊，来到台语堂，会安尼欢喜，众人拢欢喜，吼。咱接纳因，因也接纳咱，也是因看到咱，我讲会惊，会走，会倒弹。兄弟姊妹，今日这段经文当中，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秘诀真简单。但是咱传福音真困难，为什么？因为咱无甲咱信仰活出来。哦，毋茫讲今日哦，咱通过这段经文，咱整理一下哦，两段经文啦吼，两段经文拢伫使徒行传哦，拢伫使徒行传哦，来，咱来安尼整理一下吼，整理一下。咱拄仔讲的第4章，拄仔才讲的吼，讲上帝安怎甲得救的人加添互伊？你毋茫讲咱台语堂兄弟姊妹，咱台语堂空椅啊，可以当补满有人来坐到讲还佫加椅头啊，加到讲加教会反映讲咱3空椅坐袂落啊，哦，甜啊！我顶下有讲过，咱对面有一间厝要1楼要卖，后来教会咧讨论讲，是毋是儿童助理学啊？因使用，还是讲青少年因使用？讲到尾啊，因讲啊无理想，拢无理想。我一直放在心中。迄个所在，如果咱台语堂伫遐个发展，马上会当100人，只要安尼做落，当100人啊。哦，啊，我放在心中，因为牧师要退休啊，所加想也无效，加讲也无，所以也无讲啦吼。甲大家讲，大家放在心中，兄弟姊妹，咱30年以后的这个时阵，咱共同伫这华严堂的台语堂，上帝甲咱放斗阵，你敢知影？上帝对你的心意是啥物？上帝对我的心意讲啊，我要退休啊，我要传帮啊，我甲这个传帮吼讲出来，互兄弟姊妹，如果你愿意来接帮，吼啊，上帝设施啊，连名牧师讲无你个啊，这个残余啦吼，迄个残余价值啊吼，搁要使用吼啊，非得献身了上帝，上帝讲安怎安怎吼，啊，非得拢交上帝交主吼。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我知，叮叮叮，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甲安尼兄弟姊妹用这两段经文来共同来大家勉励，毋茫讲咱台语堂会当更加兴旺，更加兴旺。我拄仔讲，关键就是这3点，咱袂挑出来，这3点，拄则绕高去啦吼，来看头前。好，无要紧，已经走到遮吼，来同心合意，咱台语堂兄弟姊妹，毋咱会当同心合意，两个人也袂同心合意，就会冤家就相吧，更加遮尔侪人，如果咱遮尔侪人，如果同心合意，莫讲30人、300人、3000人、3万人，嘛会当合作，过来，咱拄仔讲爱欢喜诚心，来大家来斗阵，咱斗阵爱来学老上帝，简单讲就是咱呢安怎爱有一粒什么心，彼此相听的心。耶稣甲门徒讲，我互恁一条新的命令。迄条命令叫做啥物？恁若彼此相听相爱相款待，世间人较无信的人，因主就安怎？看出讲啊，恁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哇，恁基督徒实在是哇，足有品行的足福气的。我嘛要来羡慕，我无甲恁斗阵，好无？但是咱基督徒嘛，无安尼彼此相听相相爱，冤来冤去，闹来闹去，嫁无安尼拍来拍去。福音安怎传？摕放送，摕喇叭，买广告，拢无效。所以呢，咱一直台语堂兄弟姊妹，咱好好领受上帝，互咱的听，咱用上帝，互咱的恩典，甲兄弟姊妹互相安尼来交陪。所以我拄仔讲，
咱今日我拄仔讲的，这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是毋是减一张机啊？好来，咱拄仔讲这两段经文，咱整理一下哦，整理一下。咱拄仔讲，咱一定要有一条什么心？彼此相听的心。咱爱同心合意，咱同齐继续来往前行。咱用欢喜做伙的心斗阵，过来，咱斗阵的时阵，目的是要安怎？学了上帝，荣光归于上帝。耶稣安怎讲？讲啊，伊若咧地上，互人安尼甲伊举起来，就会安怎？就会自然吸引万人来安怎？归向伊，什么意思？就是咱甲荣耀归于上帝，甲上帝大权能讲，互人会当听了清楚，自自然然，福音免点啊一直讲伤多啦，好好啊，甲伊行打出来，实现出来，自然就有人来。你敢知影？你捌去食过迄种足有名的迄餐厅，拢伫巷仔底，无啥物招牌的，你捌去过无？我做业务的时阵，迄阵还足少年的，我问一个主任讲：你捌食过牛尾溜无？啥物牛尾溜？我毋捌食过。喂，食规只牛的，迄个餐厅要食啥物拢有。迄阵我毋知影讲伫台，伊讲我带你来去，结果伫新庄的一个巷仔内底。即摆找无，我毋知你啥物所在啊，来做阵带我去的。伊讲我去的时阵，足惊的，讲无看板，看板可能足细地乃规间拢人客，迄叫做啥物店？迄叫做巷仔内。你也是迄老饕，你嘛是叫做巷仔内。兄弟姊妹，咱虽然到301，嘛敢若亲像你巷仔内对无？安尼爱我坐电梯行要楼梯个咱大家恁个所在，虽然是巷仔内，今日敢若有一个新朋友是妈妈带囡仔来你嘛巷仔内你也知影这所在会当来做台语礼拜，念得较好啊，介绍恁别者兄弟姊妹，咱台语堂啊，充满无限的可能。我头一份工课，你敢知影是？毋是头一份，应该是第二项工课。无限延伸你的视野，你敢知影这啥物电视广告的 slogan？ 无限延伸你的视野，捷安特 John。迄阵捷安特拄啊兴起，即阵啊 AI 兴旺，台湾的脚踏车，大陆已经变甲已经无啥物利润啊。迄阵啊捷安特是哇足出名，我足欣赏，我会当入去捷安特。好啦，讲到遮我还佫讲啊，兄弟姊妹，希望咱组织斗阵，好好来祈祷上帝，咱好好来领受圣神，甲你充满，好好来为主来传扬福音。我拄仔讲过，传扬福音毋是讲你一定爱讲，你无信主，无互你走。咱甲咱的信仰挖出来，迄就是为主传扬福音。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安尼如此美好的恩典，互阮会当领受着主你互阮美好的救恩。当阮搁伫做罪人的时阵，阮还无完全入捌主的时阵，你就为阮完成了这个美好的一个救恩，不只是为了阮，更加为着世间的所有的人。主你这么美好的一个救恩，却是真侪人也无明白，也无领受。阮感谢你，互阮台语堂兄弟姊妹，伫陪伴阮要来制作30周年的纪念刊本的当中，今日阮搁再一次通过讲台来思想，当年初代教会是如何的建立。希望主你通过今日《使徒行传》的这两段的经文当中，互阮会当来领受主你对阮的这个教示，互阮会当来彼此来相听，同心合意，欢欢喜喜做伙来学罗主，来祈祷主。希望主你圣神充满着阮台语堂的列位兄弟，互阮会当来为主殷勤来做工的当中，来见证荣耀主你的圣名，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毋捌你的人，会当来进入主你的上帝国当中，享受着主你所互阮的这个救恩甲美好。
愿主你来坚固阮的信心，也愿主你的听不断来充满，也愿主你不断来建立阮、使用阮，成做你的器具，安尼来恳求感恩回应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